厕所啊，然后还有屋顶漏水的，还有改善。我们也编列了一些相关的经费，针对市场的硬体，包括了地坪、水沟、环境清洁，还有我们的公厕，未来我们都会做大力的一个改善。有很方便啊，那些老人才可以不用爬上爬下，拿去那边给有需要的人，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啊。所以这边摊商都还蛮支持。对，蛮支持的，因为东西有时候每个人都要新鲜的啊。如果今天卖不光，没有卖光的，就是拿去那边，人家还是会拿去。因为其实市场有很多多余的物资，那其实摊贩商如果说要让明天再卖的话，坦白讲已经消失那个新鲜度了。那如果可以将今天剩余堪用，然后卖相不好的留给我们社区的长辈，甚至独居弱势，那其实这个份爱会大家感受到市政府的温度。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菜市场是市民每日采购食材的地方，而卖相差或没卖完的食材该怎么办呢？台南市政府为了鼓励惜食的理念，陆续设置了16处爱心惜食平台，其中有15处就在公有零售市场。市场摊商可以将卖相不佳但还可以食用的食材放进冰箱，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此外，市府也致力于改善市场的硬体设备，例如关庙市场近期增设货柜公厕，方便民众及摊商使用。市场处并邀集在地7年级学生共同彩绘外观，展现关庙市场的在地特色，让菜市场除了民生采买，也发挥更多凝聚力。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关庙是一个老的市场，所以说我们有些设施还不很完善，所以刚好用最节省的方式，用最快的速度建置了这个货柜屋洗手间。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谢谢这个市场处很快的就能够反映这个在市场购物的婆婆妈妈以及民众的需求，然后能够很快的速度把这个公厕给设立起来。那它的功能虽然是货柜屋，但是功能一应俱全，而且事实上清理是很容易的建立起这个惜食平台，用这个冰箱储存的方式，欢迎大家可以自行取用。不管是要做公餐的社区，或者是家里有需要的年长者，都欢迎来取用这个惜食平台里面的一些食材。我们希望能够建置更多台惜食平台的这个冰箱。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社会上有爱心的人一起来做。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8月1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议会伫上午定期会当中，由民众တင်前反对罗德高设立太阳能，引发这位议员关心讨论。根据了解，虽然该是中央主管，不过因为当初送件信息，有议员认为程序出问题，所以大会最后决议结案，要求市府做好沟通。台南市议会第3届第5处的定期会，上午进入最后的报告事项加三读议案。第2、3读会由各委员会进行审查报告，其中有关建设部门任命的请愿案，有7个罗德高反对太阳能的设置。现场嘛有当地居民甲自治会成员到场来旁听。会中议员陈坤和首先以该案的申请过程有瑕疵，无伫当地召开说明会甲居民来沟通，就以不利工作区来核准通过。不止当地议员看袂落去，其他的议员更加无分压力，表达强烈的不满。今仔日这案，影响到人的生存权。那安尼乡亲安尼为着安尼拍拼，安尼警察为着安尼抓人来，安尼中央要求伊的讲的是啥？申请者你要摕你提出的资料，爱负责任。等于按中央就是认定。地方申请的人摕过来是真正，所以拢甲看做讲啊！你申请你敢负责，我就准。但是这对
对地方的乡亲、对社区、对关心咱的生态的人是非常非常不公平。20当地啊饲鹅啊生存，既然大家拢出面隔壁拢饲鹅啊，伊既然不是跟种地层下陷地区，我感觉咱的鉴定哦有争议啦。啊，接你落咧到遐乡亲，我感觉有当时啊讲出来啦，真啊目屎流啦。哦，因死人住伫迄带啊，住伫迄个土地，哦，因的鹅啊，吼，伊生存权，拢叫恁补助去啊。是的啦，恁袂当用同理心去来想，替伊想。你讲的调协会，你也当作说明会，就安尼成立。啊，你看咱遐的渔民都无法度人提出因的心声，就直接做了，就开始一直做，一直做。啊，你看抗议到哦，咱的中央与地方，你要审查要严格，袂使讲吼简单的准你啊，这个容许使用，你开发许可来引起这个空间，这是争议性的。既然咱的经有这咱控制遮久啊，我嘛感觉咱政府爱提出恁的魄力，恁来面对，然后假使咱是讲咱的卢竹高事件，咱的太阳能，咱就是归去。以中央来共事，是不是卖啊去啊建制啊？经过无共政党议员的意见表达，最后大会嘛决议接受人民的请愿，并且要求市府要做好地方的沟通。针对这个案子，我们就先接了啦哈，那就请台南市政府就请愿事项查明以严办，并将办理的结果呢含附请愿人以本会。那其中包括不利耕作区当时的审查啊。报告书按意见送下一次临时会来加以资料送到临时会下一次会来讨论。第二，那在下一次呢临时会发一个专案报告，就针对了卢竹沟这个事件呢做一个专案报告。第三，另请台南市政府建议中央主管机关召开会议，邀请主办单位、开发单位、地方居民等3方进行沟通。厘清相关的疑虑，并解决争议，以利绿能政策推动与民众权益的保障。在108年的10月21号，那也取得了经济部跟农业设施的相关使用同意来做相关的申请。那经发局这边其实也多次要求业者，希望能够在地方上能够做更多的沟通了哈。那当然，我想。对于民众很多的这个诉求哈，我想我们也理解民众对于地方很多的想法跟疑虑。我想未来经发局这边，我们对于各地方太阳能光电的部分，我们也会再强化多语沟通跟相关的宣导。除了太阳能光电，另外伫个台南市新设置的铁幕场管理驻地条例方面，虽然该案对顶一个会期就提出，因为意见的收集一直拖到现在。虽然经过政党的协商，不过上午送大会时，也是因为距离主体到底是要定400，或者是500公尺，因为意见未合，就算中途休困2天来沟通。不过最后经过表决，也是退回政党协商以后，才过来送大会处理。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减轻弱势家庭女性伫购买生理用品的负担，市政府向康那乡公司争取免费提供予女性家有偏乡的女学生等等。同时，各区公所的公共便所嘛提供，预计试办3个月期间，有2100位弱势受到帮助。中秋进前，市府推动了订阅计划，其实就是结合民间资源，免费提供卫生棉予弱势甲偏乡的女性朋友，并且伫市政府甲各区公所的公共便所嘛提供，试办3个月。市长委特透过记者会感谢康那乡企业的支持。很谢谢康那乡的热心的支持，帮助全市2000多位妇女朋友们能够终结月经贫穷。能够有更好的这个态度来面对自己的生理期，我们非常谢谢。那谢谢社会局的同仁能够规划这个活动，我们这个活动是一个开始，我们希望未来能够让这个活动一直延续下去。艺术来的时候，就怕他给人求就所以比较点进去。所以我们要说这个灯业的。真的要推卫生棉，
我们那会想说，我们怎么把这个卫生棉推到市场哦，让它能够普遍使用哦。现在我们了解，国小5年级开始就开始有了这个夜市，所以我们在国小，在台南县的国小跟台北市的国小在办这个登月计划的这个活动。为了全球小红帽协会创办人卖月经教育的学习，感受台南推动友善社区加性别平权的努力。真的是全部的伙伴都非常的开心，看到台湾的城市已经开始去看到了我们最基本、最深层的需求。我们常在说一个友善的城市，真的是要从人们最基本、跟深层的需求开始看见。受表示了卖举办月经讲座，用教育来打破民众对月经错误的观念加眼光。性别平权上站。电新闻军及采访报道。疫情降为2级警戒以后，淡市的7大农场甲2个渔港的钓鱼区管制都有条件解禁。其中安平渔港的北外风波堤一个开放，就吸引真侪钓客，一直讲有足真久啊。而渔港嘛做好相关的防疫，请钓客遵守规定，一旦违规，将处3万块以上罚金。安平渔港北外风波堤这片景色相当迷人，一直以来吸引真侪民众甲钓客来这休闲行搭。伫经过疫情3级警戒，7月27以后，总算有条件解禁。其中政府委托代管的淡市专心钓鱼协会，嘛设立防疫管制站，执行消毒、量体温加实验制，而且全长348公尺，用小栏杆保护钓客安全。解禁以来，吸引真侪人来试手气，迄款期待甲满足的吸引力，嘛或者不管透风落雨拢有人。其中有人第一天来就好运，获到大只金马，嘛有钓到大鱼，欢喜甲。感受袂歹啦，这个刚刚拄仔来开放啦，一礼拜来吼，真正来到放个田仔咧现这只，算个幸运啦。好啦，好啦。哦，大位。OK 啊。怎么我无当钓啊？今仔打来钓呢，心情啊。渔农会所规定的渔港钓鱼区防疫规定，目前第一类的渔港要钓鱼，一定要防疫管理，卖进行无定期的稽查，只要违反规定，将处3万以上15万以下罚金。渔员李克伟嘛呼吁民众全力配合，并共同维护海洋生态。海边啊，这个是很空旷的一个空间所以其实在安全上应该是有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问题的大家有那个遵守这个防疫的规范像即马这个钓鱼这迄个族群其实他们也都很重视这个海洋保育的一个观念据了解，目前钓鱼时间对上午8点到下晡6点，虽然是户外空旷，不过也是要维持1公尺的社交距离，嘛有管制100人为上限。台南新闻军及采访报道。随着网络发达，资讯传播的管道更加多元。为了避免有假消息，中嘉集团持续举办媒体素养的宣导。19号来到麻豆基安国小，让学生在活动当中知影如何分别媒体内容是真的也是假。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民众透过各种平台散播或者是接收讯息也变得非常容易，所以媒体识读的能力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8月19号上午来到麻豆区的基安国小，透过双子星3冠王地方电视台来向小朋友们宣导媒体识读。基安国小校长也特别莅临现场，与学童们一起参与整个活动的过程。这个媒体的识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素养的能力啦因为在这个资讯爆发的一个时代里面，孩子通常他所接触的都是家长、老师，都会很单纯，因为老师跟家长不会教他说谎话，然后也不会教他假东西，但是他们的习惯就
有讯息来都当误以为真，很多事情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个就是去静下来去判断它是否正确，所以有些讯息一抛出去，有时候可能也犯了法。所以这种东西对孩子来讲是很重要的一种能力，让他们能够辨别是非，然后有一些判断的能力，这非常重要一个课程活动。活动的过程中，讲师透过与小朋友互动的方式，让学童们了解如何辨别真假讯息，以及在不确定讯息真实性之前切勿转传。经由有奖征答，让小朋友们都可以投入在课堂之中。也在活动期间了解到如何分别讯息真实性的基本媒体识读能力。我觉得我刚才学到，大哥哥大姐姐有跟我们说，很多手机上网络那些问题，这样我学到了，所以我以后如果在手机上如果遇到这些问题，我都可以知道那是假的还是真的。我觉得以后要小心谨慎，不然随时都有可能会被骗到钱、骗到账户，以后就可能会有很多危险。所以今天我学到了怎么辨别真假新闻，要停看听，确认事情的真假再传出去。中嘉集团为了落实企业责任，每年都会在不同地区针对不同年龄层的民众举办媒体识读的活动，透过讲座宣导，让民众可以进一步来学习如何辨别讯息的真伪，而免于受骗或者是责罚。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先歇阮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疫情一步一步改进，中央宣布有条件开放部分水域以后，市府为了振兴观光产业，对8月21到11月14期间推出休闲体验活动，其中委托嘛特别前往瓜田葫芦比自然公园来宣传，并且亲身体验独木舟的趣味。请动2021台南水域游憩体验活动正式来揭幕。2022台南水域休闲体验活动，21日头一场的活动将伫咧瓜田葫芦比自然公园热烈展开，接续落来伫9月、10月以及11月，分别伫南区黄金海岸、柳营钓湾比荷兰村、新营天鹅湖公园以及新化福头比风景区等水域陆续登场。台南市观光旅游局强调，水域活动将加强安全以及防疫措施，欢迎全国的朋友伫假日期间做伙来佚佗。今年比较特殊哦，因为防疫的期间哦，原本我们应该在6月份举办的一个活动，我们延到了8月21号开始哦。那这一次呢，会一路办到11月份哦。那这中间会有22天的一个活动，那再搭配呢126个梯次的一个场次哦。那全程呢也要跟大家报告哦，今年比较不一样的是。一般来说，大家水域游憩都会觉得要很轻松。那今年呢，会拜托大家要戴上口罩。那另外呢，也要保持社交距离。同时，我们所有我们都是采这个网络的实名制的一个报名哦，也是希望说让民众能够来有一个安心的一个防疫的一个游憩的一个体验哦。那这中间我们还会搭配几个不同的场次，也会跟现地的活动做结合。包含说我们的这个葫芦皮的童趣节我们也会跟它做结合，在这个8月28号开始哦。那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德元皮的风车节的部分9月份也会做一个整合哦。所以整个活动来说呢，我们是希望能够让民众了解到什么样是一个安全的一个水域游憩的一个行为啊。
台南市今年的水域休闲体验活动总共有126梯次，市长委提希望透过活动，让各人朋友了解台南市有真侪适合水域休闲的所在，同时也建立水域游戏正确安全观念。尤其伫疫情舒缓后，伫遵循防疫指示下，大家当借由水域活动疏解身心。水域活动，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大家都能够来体验。毕竟台南市的海岸线很长。台南市的很多水域的场域也蛮多的，也希望说大家能够充分利用。那我们其实常常在我们国中小的学校里面，我们都很希望说能够让同学们能够有机会上游泳课，能够多接触水多亲水，这个是我们很努力希望能达成的。那也希望大家一起来从事安全的水域活动，尤其像疫情之后慢慢解封了，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可以好好的利用这个活动那能够一方面舒展身心，一方面一扫疫情的阴霾，但是防疫工作要做好，拜托各位2022台南水域休闲体验活动，市府委托国立高雄科技大学承办。该校团队具有丰富的水域休闲活动经验，所聘请的教练拢有学界执照，欢迎市民大众踊跃报名，体验水域休闲运动的经历。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环保局为了确保工厂落实污染防治设备的操作，来维护空气的品质，对5月到7月总共执行247处的工厂稽查，开了27张违规罚单。案件比去年同期减少真济，嘛显示台南业者的环保意识有提升。 5到7月是疫情上严峻的时期，但台南市环保局巡稽查的工课并无任何所减，维持空污巡查每个月16人，3个月来总共巡查247间工厂，查获空气污染违规27件，比较去年同期34件明显减少。 显示出环保局长期以来在空气污染巡查上所做的努力。台南市政府环保局在秋冬季节除了加强工厂的一些稽查，其实现在工厂的排放量在台南市在 PM2.5是占第4大的排放量，所以在疫情期间5月到7月期间我们还是没有松懈，我们在每个月会派16个人力去执行稽巡查。 那总共这3个月，我们稽巡查247件，那违规的案件数也有一些少数那我们呼吁这些工厂业者，我们在疫情期间或者是秋冬空品不良，我们都会持续在稽查，来维护台南市的空气品质。环保局提醒，避免违规上好的方法，就是落实操作规定以及记录。 若是因为有操作情形甲记录无同者，应确实依规定办理许可内容变更。如果经稽查发现无同者，将处以10万块以上2000万以下罚款。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这份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26度到30度，落雨几率一成。海面边广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2级。感谢收看8月19日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